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台南七股的龙山宫，47年来第一届办造就，高达4、5层楼仔悬的造就会首的主建筑，本地已经完工，煞拄着风台规个放落来，即摆是加速度要搁重建一座，通互造就顺利来进行。 看啊真整齐，亮条也有主要建筑的牌楼以及边仔这装置艺术，因为考虑到小犬风台有可能带来影响，七股龙山宫提早做准备，请厂商将这较轻的材料先甲贴落来，掩骨嘛是袂负。受到风台所带来强风影响，位伫七股区的龙山宫原本要造就的建筑，就被安尼吹倒，就连原本固定伫地上石头顶面的瓦仔石也被吹了登去，造成咱后壁看到的景象。 为了准备龙山宫47年来头一摆造就大典，除了讲庙前的这个彩楼建筑以外，4、5层楼仔悬的会首，伫中秋节进前就已经起好啊。当家搭这个风台过，阮随时会来赶紧甲拆掉，佮重新做一个。庙方强调讲，因会赶紧重建一座，好这个难得的地方造就的大典会当如期的举行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